家好，我係白切雞。今日沙田10月12號日賽，一共有10場賽事，全部喺草地上進行。當中短途馬與中距離馬分布平均，場地預期偏快，對前置馬稍為有利。即刻同大家一齊睇下今期心水。第一場第5班草地1002米，首推1號燃心星，由黃志宏減5磅策騎，連將評分冠絕同場，末段快腳明顯，形勢極佳。3號見無名由中二禮出擊，兩段快腳表現穩定，勢頭不俗。7號魅力星報民主，狀態回勇。12號快馬加鞭蔡明少策騎，末段銳利，可爭一席。第二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首推3號快活英雄，由艾少禮策騎，連將兩段快腳突出，近放勇。2號亨氣蔡明少主，連續幾仗末段做快，表現穩定。6號非凡時刻霍宏星策騎，數據持續進步。12號線路光華黃寶妮減7磅上陣，末段衝刺強。第3場第4班全天候1002米，首推12號大番薯，由巴道策騎，連將兩段快腳，形勢最理想。5號加州星馳中二禮減2磅，表現持續進步。3號日日長希威心主，末段穩定。10號大利好運艾道拿策騎，早段速度快，攻勢強。第4場第4班草地1004米，首推3號星雲笑着，由黃志宏減5磅策騎，兩段快腳最銳。1號好好飛步文坐騎，三仗穩定兼評分高。8號巴閉魯希威心主，兩段快腳數據優異。12號順線寶班德禮出擊，狀態有進。第5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首推6號女神，由潘頓策騎，評分高，近仗持續進步，配速得宜。12號風采人生巴道主，兩段快腳亮眼，末段威力強。5號同有運周俊樂減2磅，表現穩定。9號建測精英黃志宏減5磅上陣，狀態回勇。第6場第4班草地1006米，首推10號海船幸運，黃寶妮減7磅上陣，末段快腳突出。6號彭月良家俊策騎，三仗評分高企，末段表現穩。4號小飛俠艾道拿主，兩段快腳連貫。1號本領輝煌潘頓策騎，跑法穩定，具威脅。第7場第3班草地1002米，首推11號宜昌光輝，由艾少禮策騎，連將兩段快腳，狀態最佳。3號金金小子潘頓主，評分冠絕全場，兩段快腳強勁。7號展鴻威巴道策騎，表現進步明顯。8號逍遙騎士班德禮出擊，末段做快。第8場第3班全天候1002米，首推4號實力哥，由黃志宏減5磅策騎，兩段快腳冠絕同場。6號勁先生潘頓主，末段做快，狀態保持。3號蒸蒸日上霍宏星策騎，穩定表現。7號新二馬希威心上陣，發揮準成。第9場第2班草地1002米，首推7號真心傳奇，由潘頓策騎，三仗兩段快腳連貫，表現冠絕同場。3號華麗再勝報民主，評分高企。5號武林密碼黃志宏減5磅策騎，兩段做快。6號水晶酒杯董明朗上陣，末段穩。第10場第3班草地1004米，首推1號至尊高超，艾道拿策騎，兩段快腳貫全場。11號一定店艾少禮主，兩段穩定。9號天福潘明輝策騎，兩段快腳鋒銳。7號唐不甩梁家俊出擊，末段銳利。